来，乡亲朋友，一些困过后转到福起来咧节目嘅现场咯，吼，今日係8月河西神山县來帶大家吼，來到了解屏東嘅高手來看下吼，了解頭兩位有來推廣嘅一啲事情，然後即講之前其實有部天陽按照長裙拉拉吹，有一次呢，阿公阿婆向下來跳了解拉拉吹，然後咧屏東高手啊，了解長裙部落隊哦，佢哋嘅了解講主神哦，唔係講你學清清菜菜，係要動重要嘅推廣使命，係講鄉親朋友對今每日主題內容有想愛來即講留喺現場內邊打咗一句話，咩做嘅得學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嗬，講到廿位啊，我想話嗬，你頭先講到嘅長春部落對一下，就想我來唱朝向來講下嗬，你一個地擺度啊，嗬，講一個人啊，嗬，想起來成員啊，有一度啊，成員嘅部分有一度也目前合作三地擺度中強，可能係中強一下有算係20人嘅人。係20人曬，係啦，係全部都係農民咩？嗬，都農民，人哋沙期嘅係人，沙期嘅也都，用20人曬人講真實嚟啦，嗬，佢哋有啲朋友覺得真係冇多啊，嗬，不過呢，有20人曬人係講願意啊，嗬，咁大家就合作嚟做嘅事情，做出來嘅事情可能咩懂多，所以講做到懂有成績嚟啦，係錯，好，做啲老太家嚟講下啦，嗬，而到安樣嘅，即係講做嘅日條講魯含談，也係講一個種菜日條啊，嗬，呢嘅所以講而到要出產呢條嘅果子，也係目前頭先講到嘅要做嘅，我哋果樹嗬，講我哋果樹是台灣全省最不一樣是我哋農產品，係，它就是農產品多樣化，農產品一定農產品係。多樣化係錯，啊！我哋去推廣嘅農業，農業加工品最終它推的還是農業，所以我們在想，當初在想說要推什麼，我哋都從嘅我哋所有高樹鄉所有的農產品，我們都可以把它做出附加產品。係，那也水果也果子吼，果子我哋嚟講吼要。做做企業咱嚟溜個夢梨、桑葚、鹽酸呢，好檸檬，哇，檸檬係，然後橄欖、梅子、番茄、楊桃，然後香糖也種類都當到咧，係10個人種，10個人種，一塊擼俺哋果樹七家先生咧，俺哋做嘅東西一塊擼冇去市場去買，係。好，古數就全部都係按高樹一個土地上按生產出來嘅，冇去講莫杯來奪貨來一片來做也就全部都冇去莫杯買咗來做啦，全部都係採地嘅一個農民，嚇，喺個按啲土地種出來，一個事情係做愛來講到嘅嚇，按你也為嘅農產品哦品質用唔會按好，其實老按你也高樹也為啊，生來做係一個保護期。其實有幾個關聯性，係一個水源保護區，最主要它是水源保護區，然後加上它的長期來，我們高樹其實原本它是沒有土地的，它是整個是沖刷平原，所以在高樹的土地的分布，也土地的分布其實是很多樣化的。所以我們就變成是在高樹的每一個區域，它都能做出不同的農產品。所以當我們要推農產品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去主推一個農產品，所以我們到最後我們要回歸到我們的土地，所以我們的土壤、我們的水果，其實它是在我們的水源頭、水源保護區，我們水流下來，所以我們的水是最純淨。那我們的土壤去化驗過，也沒有任何重金屬危害。所以我們可以做出很多優良的東西。那事實上，在高樹那個地方，其實它不需要用過多的農藥，這是我們最主要在推的，因為它好山好水，它根本不需要太多農藥。古數呢，你都咧高樹也咪所以來，一樣嘅去推出幾個農產品，一般大家一談到高樹都有印象，都想到一樣東西嘅時間。當然啦，就透過一
条嘅，因讲到是讲大家想办法来，然后也个告诉，因讲到对手机本大家来认识，也第一点就係因為係因講雖然保護期，韓國呢因較冇其他嘅污染，種出來嘅一條農產品嘅品質，算來就係一定好，一定好。也就講到因對一個品質方面，年頭做來要求咧，要求嚟過後咧，一下係上來都像呢中南北美老大家講下，因都一條嘅農產品啊，拿到來啊，頭先講到做乜嘅？果子的部分做得做做蜜饯，做也講講蜜饯有咁含酸甜啦，做做蜜饯呀，係像大家大夫哦，其他嘅做法都冇共用，而家下開始來參與嘅時間，大家有用嘅去討論嘛。大家就睇討論談嗰種用嚟做，你等用嚟做，也不看用嚟做。做嘅我哋今年都把人推廣出去安尼啊。所以大家透過一個討論嘅部分。大家要拿伊要做嘅東西來，佢要做嘅東西，比如講我下要種做嘅，係伊要做某個加工品，伊要拿來，然後大家食，那大家食，按啲食嘅過程吼，按嚟愈看到某個東西做得做。哦，比如講係中南北美佢拿出來嘅也個佢曉做嘅，大家食了會做得，可能有的會可能鹹淡，再個溜調整嘅時間就可能就也就係一隻產品嘅。錯，好，也就係講到，也就一種產品之一，韓國也可能講到一個。過程都有啲研發啦，研發嘅過程嗬，好，也按樣嘅時間啦，嗬，當然啦，嗬，有的會可能啦，嗬，佢嘅產品咩以後，唔過都巧咪唔適合嘅時間咧。俺的都底吼，也一类組織吼，尤其是老人家，那老人家的優越感有，我們沒辦法去批評哈。哪一個老人家做得不好，我們通常就是全部接受，然後慢慢的去把每個老人家去研發去改良。好，也都係唔到講到按樣嘅一種方式啦，慢慢的嗬，然後告訴入邊嘅嗬，應該有一個好嘅農產品，嗬，韓國呢要做出好嘅一個加工品來俾大家來食，韓國食落去，嗬食落肚哦，也就唔會有負擔嘅嗬。那講到入邊係像呢啲最主要一個青春釀草嘛，也係主要係一個品牌，也係講到嘅一個詞。來吃，嘿，用俺的青春釀，吃啦，你都講吃，嘿，來吃，俺的記錄青春釀是俺的品牌，好，一隻品牌來講啦，嗬，你嘅當地嘅朋友都提供一上次啊，嗬，來講下吃來講下做法當多種啊，嗬，比如講果子嘅啦，一種糯米做嘅啊，嗬，要當多種冇共用嘅啊，像比如講呢，唔講幾百度嘅權啦，嗬，一條嗬，呀都一定重要咧，嗬。有的朋友都嚟去冇幫買一個，可能見到新音的咧一個權來進來做，你都一下係目前嘅方式係用嚟做。係，俺哋告訴冇忙嘅共用啦，因為以前傳統老人家傳統帶出來的東西，就是說，它可能就是個糯米發酵，俺哋做起俺哋糯米醋就自己做，俺哋青島糯米去做出來嘅醋種，其實是一些是嘅。一路一些些的，啊，俺一些是俺來按你不斷的這樣經營哈，也一些些的菌種，冇啦，拉敗啦哈。啊，俺來老祖宗的想法還是一樣，他必須用糯米，因為糯米有它一個養生的一個功能，所以我們就會變成是說，我們就不斷的在開發這些過程的時候。不斷開發過程的時候，就變成是我們最重要的菌種是最重要的，它還有時間，也時間，也時間。我們最注重的是時間。傳統的釀造哈，以中藥的是也時間，它需要時間長時間去醞釀。所以一定重要的就係時間，還有頭先講到嘅嗬，全部係自家來做嘅，唔係冇幫買嘅。原來糯米，現在成年糯米醋，我們現在是可以去找我們的附近的釀造，就是純糯米釀造的一個工廠，然後去要它這些東西。但是我們最主要的是還是經過時間的醞釀。哦，就係愛有一個時間呢，嗬，
一定要有喇叭，吼，迄个无喇叭的时做出来嘅一个产品就无安好嘅，也都係嘅意思都無共樣咧，吼。好講到也吼，其實現場入邊吼有那個漆，吼，那個講漆應該就冇咁錯咧啦，叫做人哋故事入邊講嘅，吼。好講到一個漆啊，吼，人入邊有一種。也係人哋嘅，頭先講到鹽酸咯，也做得我也喺度吃生意，都老太家講下也好，算起來，應用嘅時陣一定沾一定好，也做講食法，有呢啲嘅運用。它吃法應該沒什麼特殊性。也係這樣，佢嘅甜味韓國佢嘅酸味，要幾多比例落去調？係1:8嘅比例，哇！一食了吼過後吼，真是有一張片片就會後來硬吞，吼後來硬吞，也就表示講做得促進人哋嘅推車也掉啦，吼，好，也就1:8。韓國人員講個時間咩？吼，既然係時間，亦都係愛有一幾個時間，這樣做出一個人嘅鹽酸嘅漆。米雜漆吼，我們必須有3年，超過3年，最少要有3年的時間，係，3年的時間來做。哦，不過有3年的時間當中，係你都做好過後就不用了，也係也當中還有其他嘅部分要注意到嘅。我哋都觀察，一個環境溫度、濕度，我們都必須去觀察。去觀察，一個溫度。好，也就係人哋講到也1:8嘅比例，吼，按用來食，吼，也就係人哋鹽酸嘅一定沾到一定好嘅一個食法啦，吼。生下來也，你都嘅片咩有黃梨係嘛？係，也係黃梨。黃梨攏眼你呢片最青島嘅，哦，係最大面積。中意等到，也黃梨嘅米絲，講真實咧，我也下食我吃到凍酸，佢嘅比例咩共樣咩？比例共樣，俺哋漆同也市面上也係漆冇嘅共樣，呢位冇共樣咧。我說不上來，它什麼東西不一樣？其實你在喝，時間是冇共樣啦。那俺哋也冇推太冇共樣，唔去漆嘅原醋液。而原醋液就非常不一樣，鹽味來講都冇共樣嗬。同埋食其實我知道講，對一定會酸酸甜甜。韓國人上班是非常順口的。係，從我都吃到一點凍醋油，所以佢食落去嘅時間會凍酸嗬，唔可以講強硬，也係講唔可以講佢有唔酸爽嘅感覺，所以凍好食嗬，食落去唔會有負擔，凍輕鬆嘅一隻感覺嗬，也就會講日下日吃。好，黃梨韓國人鹽酸嘅，韓國有呢啲位頭先講到嘅檸檬，檸檬。其實你現在剛才喝我們的醋，我補充一下，我喝我們的醋其實是跟市面上不一樣，它不嗆，它是順的，它是天然的酸，所以你喝下去喝不到醋酸，所以我們的原醋液是甜的。容易啊，吼，好也部分人都講也個黐，吼都也偏係講黐啊，別部分嚟講純黐也得，吼，也阿公阿婆佢哋會生活經驗嘛，韓國智慧啊，吼，人加油按用嘅方式啦，吼，人講鼓勵佢哋咪留佢傳下去，可能咧，人都市當中嘅消費者，人都簡單都做得買得到一份心意啦，吼，也係一種幸福咯。韓國啊，人其他嘅都有個故事，還有呢度嘅一個想講豐富嘅運動產品咧，加下添人爭個技術來啦，睇。來講到，先來聊下。